拖倒来婚林古坑，当地是出产着咖啡。啊，讲华山这个庄头上界旺的时阵，开100外间的咖啡店，但是最近这几年来，游客减较少咯。这业者是杜小月转型找出路，设计出哪浸咖、哪啉咖啡、哪看夜景的模式，果然阁甲顾客找倒来咯。鞋甲尾仔烫掉，浸烧水有够爽快，搁放一包药包，搁较享受。唔那呢尔，搁一杯冰的饮料。远看过，搁有灯光闪闪细细的夜景，会使欣赏，身心灵得到大解放。因为泡脚还可以送饮料喝，很经济、啊，然后泡脚很舒服，这样可以舒压。这是云林古坑乡的华山村，较早华山有三宝咖啡夜景小火锅，不过最近几年来游客减真多，业者就用这个大火坑来浸咖，以后会使自由调整，摕你浸买使。以前是汽车的业务，所以我把这个汽车那个报废厂的东西要运用废物运用，来到这个咖啡厅，是一个觉得蛮不错的一个特色。去华山啉咖啡、赏夜景，佫会使浸咖，果然接受环境，天较冷的时，生意佫较好。北京咖啡店嘛，对咧做，要有SPA的水疗按摩池，和浸咖享受佫较提升。Hinoki 的泡脚桶，水质不错，而且吃的东西也很好吃啊。放松呀，泡泡真正身体真正足轻松的。日头若落山，华山的浸咖咖啡店的门口人是有够多，拢是等要入场的人去。头家娘嘛讲，现代人讲究养生嘛，爱享受咖啡店加这个浸咖服务，业绩加差不多2-3成。所以想说要转型一下，无吼，这个咖啡无啥人啉。目前华山差不多有50几间咖啡店，其中有5间是浸咖的咖啡店。业者讲，未烦恼当业模仿，浸咖咖啡店开愈济愈好，大家做伙来，和华山的浸咖咖啡拍出知名度。